小青，你甲我详细听清楚，就算我会当放过无你，柯别通嘛袂放伊煞。我袂放柯别通的干系。无毋对，你是会去对付柯别通，但是你要安怎对付你阿爹呢？阮阿爹，你是毋通袂记，报价今日变做安尼，完全拢是你阿爹一手造成。敢讲你我都忍心去对付你阿爹是毋？老小姐，我劝你也是先莫管伊仔事，你也是先转去看恁阿爹是啥物款的人才讲。师兄，你是毋通袂记师父所交代咱的任务是啥物？芳芳，你敢无感觉你即摆代志是愈管愈多啊？我是为你好。你莫假是讲我毋知影你生活内你想啥？老小青只不过是咱基盘上的一粒棋而已。我希望你毋通将感情下落去。我的代志，无需要你来教示我。我是为你好呢，你实在是教家己动比不是好人心呢。哼！坐下，坐下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杀伊。报仇害人，拢是。不过，你敢会用甲我讲，你若要杀伊，要安怎杀？我要一刀伊的心肝甲堵落去。这叫做一刀无命。不过，万一若是堵无准，敢毋是真麻烦的。所以我劝你先用朱西笔带伊的胸坎仔做一个记号。做一个记号。但你若要甲堵的时阵，对迄个记号一刀甲堵落去，安尼代志敢毋是就较简单了。好惊人！莫贤啊，你是有搁看到幻象啊？是？毋是幻象，是柯碧通，就伫我的面头前，我若一个都来堵落去，我的冤仇都有报啊！你有甲拄了无？我听你的话，我先用注射笔伫个胸坎仔做一个记号，林庄伊若敢搁出现，我就来，连刚嘛出现，你要创啥啊？我着上准为胸坎仔迄个记号，一刀甲伊堵落去，我就会来报仇啊！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，阿弥陀佛咯！哎呦，这报仇吼，报会着报袂着吼，这拢是缘分啦。还是讲吼，你家己这衫吼，先脱下看卖啊，若要报仇再报啦。这记号哪变伫我胸口孔的？我了解啊，原来所有的仇甲恨，拢是伫我内心所引起的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一切拢明白啊，我了解内面的道理啊。了解内面的道理也好啦，
明白也好啦，这拢是缘分啦。你注意听哈，早日夜车行，今日菩萨面。这夜车行甲菩萨面啊，只不过是隔一条线啊，尔呢，你了解无？老师，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你有搁咧想厝啊？是毋？实在做唔对的，一心想要修行，毋过规个头壳内拢咧想厝。哎，这无法度啦，无法度啊！你这哦，合作真言未了啦。啊，讲实在，母囝之情，父母的恩情，这讲要甲放互袂记哩，这是困难啦，困难啦。这两三天来，我一直做一个真奇怪的梦呢。啊，唔知是为了什么原因，我阿娘，伊的声音，伫我的四周围安尼踅来踅去，伊敢若足艰苦的，伊特别叫我转去呢。哎，这吼、生死变老，这本来就是苦海嘛，啊！你是讲，哎，好啦，代志到这来啊，我原来坦白甲你讲，恁阿娘的阳寿已经得要尽啊，你原来转去一撮好了。什么？你是讲我阿娘已经？哎，这一切啊，拢爱看造化哦。生死有命啊，难度定数哦。这人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常常拢哦自作孽啊，不可活啊。师父，你既然知影这项代志，那安尼，你一定有办法通我化解。师父，我求你，你甲我讲，我得安怎才能救阮阿娘？这，哎呦，这我啊，师父，你若唔肯甲我指点，我就规个遮永远都无起来。哎呦，这不是师傅的关系啦，这是天意呢，人是要咱逆天啊。万物皆有佛性，天地以人有情，就算是天意，为着要救阮阿娘，逆天有好风。哎，阿弥陀佛咯，唔通讲安尼啦，唔通讲安尼，这是恁阿娘家己做的孽啦。为着要承担阮阿娘的罪孽，无然就是落地个我嘛甘愿。好啦，安尼啦，你紧转去吼，带恁阿娘去互大夫看，啊，若互大夫看袂好吼，再带来我遮啦哈。到时再讲啦，哈。你找我什么代志啦哈？是安尼啦，我著去府上找你啦，啊，你著无伫个，我就想讲你可能来遮，佫要较准啊。你是用遐真毋捌世事，你著明知讲我咧啉酒，你甲姑娘我咧安怎着？你过来甲我交了，啊！你是用遐这无来安贵的。啊，就是，哎哟，阮小青吼，毋知是安怎时间吼，毋知比啥梦啦，啥梦这东北花酒呀，我走到无看人去。嘿，我拄要问你尔，我要气死我！即摆你甲你讲的吼，哼，我甲你讲啦，小青走去，这件代志已经发生，你准备即摆要安怎解决？你讲。现实，免，什么现实唔现实？我油鸭肉无食着，无打着，煞个把规身躯粗。是，对，我想安尼啦，可能小青哦时间哦袂晓想啦，另讲哦伊若想通，伊就会转来啦，你放心啦。干嘛呢？我最近是有够衰啦，逐场输啦，哦，输到是足艰苦啦，啊，毋则我不哩总想讲。我知，你老总管啊，话还未讲全，我已经看到你心内咧想啥，要借钱吼。对啦，我是想讲吼，咱较早就要熟啲的咧。我知，给啦。收咱老总管500两银，吼，知无500两哈，我你来，无够就对啦，搁加500两，加5到1000。哎呀，500两够无？有够。小
小青啊！阿爹，好，你也才通转来嘛？无这段时间你走倒去啊？我哼，你知影你无伫中间这厝内底发生偌济代志？今仔恁阿哥人偌伤重的呢？哈，呀，安尼骹手佫无够，我骨甲无煞煞，你若踮厝甲我教一个3工一个。阿爹，阿哥伊破病甲遐尼伤重，你有通知无良表兄转来无？你创意有较拽哦。阿哥是无良表兄的母亲，你唔通知伊转来，无你要通知啥物人？哼，你嘛想看嘛？伊即摆敢转来吼？伊犯了杀人案件咧，即摆关家啊，一世纪拢叫人在埋伏，准备要掠，伊就要自投罗网过。阿爹，你心肝内一直想啥物？你就是我唔知哦。哎呦，无啊无啊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本来就对，你是希望无良表兄永远拢莫转来，那安尼你就会用的，会安怎？会用霸占因报家的财产。啊你靠啊你啊！阿爹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阿爹，死长了鬼！啊，小青，无良表兄，你来遮跟我讲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就拄好要去找你尔，你知影无？你无伫这段时间，恁兜发生足多代志啊！什么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听阮阿爹讲，恁阿娘破病啊足严重的，大夫来看，拢医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讲要赶去找你。阮阿娘破病，啊娘！无良表兄，姐啊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趁小钱，趁小钱。这什么药啊？哪会这苦啦？哎，姐啊，你嘛莫像囡仔呢，药本来就是苦的，你无听人讲良药苦口，啊药有苦才有效啊。人医生讲这贴药食好咧，你加食几贴啊，鼻涕就好啊啦。来来，较紧啦，较紧啦。你笑你来加油啊！加油！阿娘，我来啊！凤莲啊！无咧，我回来啊！是你等来，阿娘，你坐，来。无咧，啊！你刚才这几工厝里发生真侪代志，我知影拢是我不好，我实在做不应该，阿娘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先讲，阿娘，你先做。你先讲，今日赶出去，一定要甲我讲，甲今日甲赶出去。阿娘，你较定静咧，这是你的房间，免哪有狗啦，阿娘。是啦，阿哥，迄唔是啦，迄是阮阿爹啦。阿哥，你一定是伤忝，你好好休困者，你困起来了后，就什么代志拢无啊。好，没有，我目睭落去，你只狗就出来，无伊就要加加。阿娘，来，我带你来房间，来，阿娘，我带你来面床的最好睡咧。阿娘，你免烦恼，你免烦恼，我先转来。这有真侪人拢会陪你。嘿啦，我甲你做伴，你坐好。我多谢甲你做伴，我住在你的身躯边念愈好，我相信阿娘你会真好困。你袂走吼？你放心，我袂搁再离开你啊！阿娘，你好好困。你莫走。我袂离开你。你看阮阿娘即摆的情形，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要安怎？哼，我即马一粒头壳两粒大啦，啊，钱也开较济啦，有大夫请甲无大夫啦，啊，伊病都袂好，哪有啥办法啦？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佮请偌济大夫，我嘛是一定要将阮阿娘的病甲医好起来。无良表兄，你放心啦，我想阿哥伊一定是思念你，思念了过头才会安尼。
这阵你已经转啊，那安尼伊的病慢慢就会好起来。哎呦，你查某囡仔人，你知影啥啦？照这个情形看起来，阮阿娘的病，确实唔是普通的病。我决定要带来去找幼儿师傅。啊？要找幼儿师傅？迄毋是滚生笑咧？迄千里迢迢路途遥远，山路难行咧。你也无啥啊？你连一个桥都无，你是要哪去找伊啊？桥无法度通行山路，我还阁有这双脚伫咧，为着要医阮阿娘的病。就算路途搁较遥远，吃偌济苦，我用爱嘛要甲爱来去。我连表呀，那安尼，我陪你同一个去。这小青啊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你对人起要创啊？我用陪无连表兄照顾阿哥啊。要若要照顾欠骹手，咱另外请人就好啊嘛。迄外人比咱用甲咱家己人比啦。我再讲，阿哥伊自细汉照顾我大汉，即阵我照顾伊嘛是应该嘛。饲伊大汉啊，上后应嘴应舌啊。恁爸应输你暗就好，知你啦，看表咱拢好啦，吼。小青，我知你是一片的好意，也毋过出去路途遐尔遥远，你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可能会无方便。无连表兄，你放心啦，我别甲你惹麻烦。你莫阁讲，我已经决心，照顾阮阿娘的工课，就互我家己一个人来做。你也是留咧厝的，莫去。无连表兄。老总管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细滴咧，小济咧。阿娘，你已经捌倒枵啊吼？你甲爱来这所在，是要叫我食啥啦？阿娘，我有准备，你看，这有馒头，你先凊彩食一个，煮鸡一个，才有开来。哎呦，我身体已经这么啊虚啊！你叫我食这要哪有营养？你是准备要叫我紧死哦啦！阿娘，这个所在风高野外，离家啊还阁足远的，我袂放心你家己一个人伫遮坐，所以我才用这互你食。你莫生气，拢是我的毋对。阿娘，我备互你食迄。阿娘，你先食一点啊。阿娘紧食，这垃圾的我食。吃饱，才有元气哦。吃饱，咱紧来去。师傅，莫莲，你来啊！有缘有缘。师傅，麻烦你紧甲阮阿娘看卖啊，阮阿娘的病毋知有医无？哦，安尼啊，哎，来来，闪，嗨。莫莲啊，恁阿娘这个病情吼，实在真复杂呢。这毋是三句两句啊，就讲会清楚啊。师傅，我会记得你捌甲我讲过，我若有啥物困难，你拢有当甲我解决的。我带阮阿娘来啊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爱将阮阿娘医好。这哦，哎呦，这爱慢慢啊化解才会用的啦。恁阿娘这吼冤冤相报吼，这拢是轮回的关系啦。讲，佛法无边，
回头时间，心中有份恶念自然就会消失啊。请示师傅，唔知要用什么办法，才好大通救阮阿娘咧？安尼啦，你赶紧的吼，带恁阿娘去迄个龙顶国吼，遐有一个千年的旱潭，每天啊，把恁阿娘浸在这个旱潭内面，一个时辰。经过7天了后，恁阿娘的病情自然就会恢复啊。感谢师傅的指点，我拢了解啊。我即摆就赶紧带阮阿娘来去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远东西，学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，啥人知？若想你分自己，不想你真